去完 Central Park 之後，由 MRT 士窿拉嘅士窿站搭一個站去 Lumpini， 目的地係 One Bangkok。去到 MRT Lumpini 之後，出口一開，牆上邊已經有好多介紹 One Bangkok 食肆嘅宣傳，好多指示牌指住去 One Bangkok 嘅方向。嗱，行幾步又有廣告啦，所以搭 MRT 嚟 One Bangkok 又方便又容易。一轉彎，快將進入 One Bangkok 嘅地帶。向住我迎面而嚟嘅人，個個都攞住一碗兩碗嘅嘢食喺度食，點解呢？急不及待入去睇下先。哇！落咗幾級樓梯，就見到兩旁嘅熒光熒幕。呢度好似仲係 MRT 範圍嚟㗎喎，所以 One Bangkok 嘅落成真係令到 MRT Lumpini 站提升咗不少嘅格調。從 MRT 車站行咗上嚟，嚟到 One Bangkok 嘅 The Stories B 一層。呢一層已經明確指示搭 MRT 嘅位置、方向。上到嚟 B 一層，我明白點解咁多人攞住一碗兩碗響度食啦。呢度就係美食街，除咗賣飲食之外，附近仲有一啲銷售嘅商店。其實 The Stories 呢度嘅主題呢，係有關於泰國在地文化與潮流。所以你會發覺 The Stories 呢邊所售賣嘅商品呢，大多數都係出自泰國設計師嘅文創商品，或者係有泰國特色嘅飲食。今日我就會帶大家嚟到 The Stories 嘅3樓，睇下泰國嘅設計師響呢個文化與潮流方面嘅美術展。上到嚟 G 層 Ground Floor 都有好多間食肆喎。嗱，睇下呢度就有呢啲餐廳。
從呢個扶手電梯上到一樓，就係一個 Grade A office， 佢就係 Tower 4。傳統泰菜店。一樓同二樓嘅商鋪我都係隨便經過，我今次嘅目的地係3樓。上到3樓就會見到 The House Brasserie。餐廳嘅旁邊就係 The Stories 嘅 Art Hall。呢度個藝術展品呢，全部都係泰國嘅設計師所設計嘅，而且每隔一段時候佢就會更新新嘅設計品。好似如果今次你睇到呢一個設計嘅時候，下次你再到嚟可能已經換咗一個新嘅主題。你睇下啲設計幾咁有型，幾咁新穎，表達出泰國人想做就去做嘅精神，創意無限。呢度係唔錯嘅打卡位嚟㗎，所以 The Stories 呢度真係可以展現泰國在地文化，佢嘅手作商品、文創產品同埋潮流品牌。
我就好鍾意呢個黑膠唱片 stand 嘅設計。你睇下佢呢個珠鏈係幾多串珠仔，好似古時嘅一頂花轎。睇完 The Stories 3樓嘅 Art Hall 之後，我要走過去隔離 Parade Ground Floor 買咖啡 Drip Bag。Parade 係引進咗好多國際品牌、奢華品牌，亦都有好多好有型嘅 cafe， 仲有餐廳等等。我今日就嚟嘅 Summer Coffee Company 買咖啡 Drip Bag。呢間咖啡店，我發現好多商場都有佢哋嘅分店，應該近期喺曼谷呢間店應該發展得唔錯。你睇下佢幫我將呢10幾個 Drip Bag pack 得幾好，幾靚。泰國人係好有耐性去做啲仔細嘅嘢。ขอบใจมากนะคุณจ้า個袋嘅黃色真係好靚，都有好多周邊產品嘅。前邊舉行緊咖啡 workshop， 應該係訓練員工認識咖啡沖調方法嘅 workshop。你睇下呢班年輕新力軍係幾咁有心機學習。旁邊係一間瓷器食具店。之後我就行咗過去隔離嘅 Ritz-Carlton 酒店，去咗佢7樓嘅餐廳 The Lilies 午飯。餐廳靠近窗口嘅位置，望到 Lumpini Park， 景色好靚。首先係麵包配冬陰功味嘅 spread，
Bangkok暫時介紹住咁多先啦，我要食飯啦，多謝點讚。